歡迎大家翻嚟一卷呢個 channel。今次同大家介紹一本書，係 George James 1954年所寫 Stolen Legacy， 中文譯名被竊取嘅遺產。如果你對西方哲學、科學究竟係咪真係源自希臘有所懷疑，咁一定要留意呢本書有一個特點，就係爭議性非常之大，支持同反對都非常極端。被竊取嘅遺產先至成為一本到今日仍然不停被討論、被批評，亦被重新閱讀嘅經典爭議之作。廢話小說即刻開始。被竊取嘅遺產。第一章，希臘哲學源自埃及哲學。我哋要追查一條歷史路線，關於秘傳學說點樣傳播，主角係伊奧尼亞，仲有意大利。公元前1900年，當時係埃及第12王朝，法老王新努塞爾特一世發動擴張，版圖越過印度恒河，直達東面大洋，更吞併基克拉扎斯群島以及大半個歐洲。公元前1500年，當時係埃及第18王朝，法老王阿肯那頓，佢嘅政府檔案阿馬爾萊文書證實咗一件事：埃及帝國版圖已經延伸到西亞，包括敘利亞同埋巴勒斯坦。埃及嘅權力主導咗整個古代世界。到咗法老王圖特摩斯三世統治期間，埃及嘅領土再度擴張，由努比亞一直延伸到北亞，沿住巴勒斯坦海岸線建立穩固統治。根據古歷史學家狄奧多羅斯以及埃及大祭司曼涅托嘅記錄，喺阿拉伯一個叫尼薩嘅地方出土咗兩條石柱，一條屬於女神伊西斯，另一條屬於男神奧西里斯。石柱上面刻住奧西里斯曾經率領大軍攻入印度，去到恒河源頭，直達東面海岸線。呢堆歷史文獻說明咗一個事實：喺極早期埃及帝國嘅版圖已經包括愛琴海小島，仲有小亞細亞，亦即係伊奧尼亞。呢片土地喺古代其實係赫梯人嘅領土，因為長期嘅帝國統治，埃及神廟嘅秘傳學校喺伊奧尼亞紮下咗深厚根基。當地人最早接觸到埃及嘅智慧結晶，第一個時間點，公元前640年，伊奧尼亞人嘅泰勒斯走去埃及接受埃及祭司教育，學成之後，佢返到家鄉，同佢嘅同伴阿拿克西曼德以及阿拿克西美尼一齊喺伊奧尼亞延續埃及秘傳學校嘅傳承。第二個時間點，公元前576年，同樣係伊奧尼亞人色諾芬尼、巴門尼德、芝諾，仲有麥里梭，佢哋帶着埃及嘅學說離開家鄉，集體遷移到意大利嘅埃利亞，喺當地定居，並且傳播秘傳學校嘅教義。另一個時間點，公元前540年，薩摩斯島人畢達哥拉斯，佢喺埃及完成長期修煉，短暫返到家鄉之後，就決定移民意大利南部一個叫克羅托內嘅地方。喺嗰度，佢建立咗學派組織，規模發展到極大，直到最後佢被當地驅逐出境。再有一個時間點，公元前530年，有一批伊奧尼亞學者對物理學產生興趣，包括赫拉克利特、欽培多克勒、阿萊克、薩哥拉，仲有德莫克利特。縱觀以上成條歷史路線，所謂嘅希臘哲學家本質上係伊奧尼亞嘅學生，佢哋響埃及祭司求取知識，有人返到家鄉，有人移民到意大利，全部只係埃及周邊嘅鄰國，比雅典人早咗幾個世紀掌握埃及秘傳學說。喺呢個遙遠嘅歷史時期，由泰勒斯到亞里士多德，亦即係公元前640年至公元前322年，伊奧尼亞根本唔係希臘公民，
佢哋早期傳係埃及嘅神文，後期變成波斯嘅神文。相比之下，雅典人對呢套外來智慧一直充滿敵意。第一個時間點，公元前399年，雅典法院判處蘇格拉底死刑，原因係哲學對雅典人嚟講係完全陌生嘅外來事物。隨後柏拉圖以及亞里士多德都因為執法威脅被迫逃離雅典，出走保命。第二個時間點，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發動擴張攻入埃及，呢場征服改變咗歷史走向。亞里士多德得以借助軍隊力量可以自由進入亞歷山大城圖書館，獲取大量埃及文獻。伊奧尼亞人同埋意大利人從來冇宣稱自己係呢套思想嘅原創者，因為佢哋清楚知道智慧源頭係埃及人。但係亞里士多德死後，情況發生轉變，佢門下嘅雅典學生喺未獲得國家授權嘅情況下，擅自編纂咗一部哲學史，將當時古代世界公認嘅埃及智慧據為己有。因為呢部歷史書係由亞里士多德學校嘅學生一手包辦，後世嘅歷史就錯誤地將呢套思想冠上希臘哲學嘅名字。歷史事實表明，但係當時嘅希臘人先至係哲學最強大嘅敵人，佢哋長期將哲學視為外來引進嘅異端，持續進行迫害。呢條重建出嚟嘅歷史脈絡顯示出所謂嘅希臘哲學本質上係被挪用嘅埃及哲學知識，由埃及出發，首先傳到伊奧尼亞，再傳到意大利，最後先至傳入雅典。我哋要追查一堆歷史斷層，對象係一班被稱為希臘哲學家嘅人，由泰勒斯到亞里士多德，翻查所有歷史記錄，會發現一個極之反常嘅現象。所有歷史學家對呢班人嘅童年以及早期教育完全一無所知，文獻留低嘅只有兩項模糊資料。第一係靠推測嘅出生年份，第二係出生地點，仲有佢哋名下嘅學說。一個普通人由童年長大成人，再喺親友同社會面前變成一個導師，佢嘅成長軌跡理應清清楚楚。但歷史記錄入面，呢班最早嘅導師冇家庭背景，冇社交記錄，冇早期讀書痕跡，好似憑空出現一樣，缺乏關鍵證據，令到呢班人係咪真係原創者充滿巨大疑點。因為歷史線索導向另一個方向。公元前6世紀，當時出現咗第一批被稱為論自然嘅殘卷，呢個係當時研究自然嘅希臘學生共同使用嘅書名，後世叫呢啲殘篇做片段。但係真正嘅秘傳學校生絕對唔會寫呢本書，因為咁樣做違反咗埃及神廟學校核心嘅保密規條。埃及係古代智慧嘅中心，所有宗教、哲學同科學都係靠修煉畢業嘅學生口傳到外地。呢啲教義以傳統口述形式保存咗幾百年，直到一個歷史轉折點。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大帝出兵征服埃及，亞里士多德同佢嘅學派先至有機會大規模搜集埃及嘅教義，並且編纂成書，改名叫做希臘哲學。如果我哋用《論自然》呢本書當作希臘人原創哲學嘅證據，喺歷史考察上係完全站唔住腳嘅。原因好簡單，睇返成個歷史記錄，全個古希臘歷史記載只有4個人真正寫過呢本書。只要將歷史脈絡揾返出嚟，就會見到一個嚴重漏洞。我哋必須要將兩批相隔幾百年嘅學者逐個捉出嚟核對。首先係宣稱寫過《論自然》嘅4位希臘核心人物，公元前610年至公元前546年。第一位人物阿拿克西曼德，公元前535年至公元前475年。
第二位人物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15年至公元前445年。第三位人物巴門尼德，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428年。第四位人物阿拿克薩哥拉。呢四個人嘅著作一早已經失傳，後世之所以知道佢哋存在過，全靠幾百年後喺埃及亞歷山大城嘅另一批考證學者，佢哋喺著作入面引用咗極少數嘅殘篇。呢批關鍵嘅考證學者總共有4位，公元前371年至公元前287年。第一位考證者迪奧芙拉斯托斯，公元160年至公元210年。第二位考證者塞克斯都，公元412年至公元485年。第三位考證者普羅克洛斯，公元490年至公元560年。第四位考證者辛普利修斯。將呢兩組名單放埋一齊對比，就會暴露出一個致命嘅邏輯漏洞。如果歷史認定一定要寫個論字義先有資格叫哲學家，咁樣成個古希臘除咗呢4個人之外，其他所有冇寫過呢本書嘅學者喺資格上就已經全部自動被淘汰，成個希臘原創論亦都會即時崩潰。呢個推論喺邏輯上走向咗荒謬嘅死胡同。真實嘅歷史背景係，不論係加勒底、希臘定係波斯嘅學派，本質上全部都係埃及古代秘傳系統衍生出嚟嘅分支，佢哋必須遵守奧西里斯法令嘅嚴格要求，全面隱密運作，法令嚴厲禁止將教義寫成文字，甚至公開出版。所以得到大師或導師資格嘅畢業生全部都克制自己，絕不發表秘傳學說。歷史上出現嘅哲學出版物絕對唔係出自原創哲學家嘅手筆，佢哋只有2個來源。第一係身邊親近嘅朋友憑記憶記錄導師嘅觀點，例如畢達哥拉斯以及蘇格拉底嘅情況。第二係由第三方有心人將當時已經流傳開去變成民間常識嘅口頭傳統用文字抄錄落嚟。正因如此，喺缺乏原創手稿嘅情況下，後世嘅歷史編纂採用咗一個權宜策略，直接將亞里士多德嘅個人評論當作判定希臘哲學原創者嘅唯一權威證據。呢個做法令到所謂希臘原創呢個結論蒙上咗無法洗脫嘅歷史疑點。我哋要追查一個歷史黑洞，對象係全體希臘哲學家，不單止蘇格拉底之前嘅學者，連3大巨頭都一模一樣。喺歷史記錄上面，佢哋無童年，通常去到18歲突然橫空出現，去到40歲突然開班授徒。原因好簡單，佢哋喺當時嘅政權眼中全部都係不受歡迎人物，長期遭受迫害，被逼四處匿藏。為咗掩飾身份，佢哋故意消滅所有活動記錄，直到一個關鍵節點，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大帝攻陷埃及，亞里士多德同佢嘅學派借着兵亂搶劫咗亞歷山大城皇家圖書館，為咗將呢批埃及哲學改頭換面，變成希臘原創亞里士多德學校嘅成員，包括迪奧弗拉斯托斯、安德羅尼科斯同埋歐德摩斯落手編纂歷史。但係佢哋遇到一個極大嘅難題，就係點樣憑空編造出一條歷史時間線。當時根本無人識呢班哲學家，於是後世學者開始漫長嘅猜測。公元前3世紀，大約係公元前274年至公元前194年，斯多葛學派學者埃拉托斯特尼第一次夾硬排出一條時間線。公元前2世紀，大約係公元前140年之後，阿波羅多洛斯又推翻前人，排咗第二套時間。公元前1世紀，
大約係公元前60年至公元前70年，逍遙學派第11任掌門人安德羅尼科斯再做第3次修訂。呢種歷史混亂一直延續，直到今日。現代所有歷史學家對於呢班哲學家嘅出生年份依然完全無法達成共識，唯一嘅例外只有3個人：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佢哋嘅出生死亡年份，歷史學界普遍公認，原因唔係因為學術特別發達，而係因為佢哋係雅典人。當時起訴佢哋嘅雅典政府喺法庭檔案入面留低咗官方刑事記錄，但只要一離開雅典去到蘇格拉底之前，亦即係前蘇格拉底時期嘅學者，成條時間線就變成一場歷史鬧劇。我哋逐個核對。第一位泰勒斯，歐根尼話佢生於公元前640年，但威廉唐勒話公元前620年，法蘭克塞利話公元前624年，羅傑斯話大約係公元前6世紀初，泰萊曼又話公元前600年。第二位阿拿克西美尼，歐根尼話佢生於公元前546年，文德爾班話只知係公元前6世紀，塞利話公元前588年，亞歷山大話公元前560年。第三位巴門尼德，歐根尼話佢生於公元前500年，但富勒、塞利同羅傑斯直接寫未知，因為根本揾唔到數據。第四位色洛芬尼，策勒話生於公元前576年，歐根尼話公元前570年，其他大部分歷史學家全部放棄，當作未知。第五位芝諾，歐根尼直言唔知佢邊年出世，只知佢最活躍嘅時期大約係公元前464年至公元前460年。唐勒、塞利同亞歷山大強行定喺公元前490年，富勒、羅傑斯同泰萊曼再度列為未知。第六位赫拉哈里特，策勒提出一個推論，假定佢死於公元前475年，再假定佢死嗰陣60歲，咁佢就應該生於公元前535年。但歐根尼又推測佢活躍於大約係公元前504年至公元前500年，唐納定係公元前530年，文德爾班定係公元前536年。第七位畢達哥拉斯，策勒唔知年份，估計係大約係公元前580年至公元前570年。歐根尼估計係大約係公元前582年至公元前500年，其餘4位主流學者一致列為未知。第八位恩培多克勒，歐根尼寫公元前484年，另外5位學者全部寫公元前490年，羅傑斯等人繼續寫未知。第九位阿拿克薩哥拉，策勒同歐根尼只係公元前500年，亞歷山大推遲到公元前450年。第十位劉基伯，情況最極端，現代大部分歷史學家經過考證一致認為劉基伯呢個人係歷史上根本從未存在過。綜合以上考證，得出4個結論：第一，日期如此混亂，證明希臘原創說完全係憑空猜測；第二，前蘇格拉底哲學家對雅典政府來講全部都係外國人，甚至有部分只是虛構人物；第三，唔理邊個，只要把外國學說帶入雅典，都會遭到雅典政府嘅刑事迫害。最後，歷史事實擺喺眼前，希臘人起初瘋狂排斥並且迫害呢套思想，到後期卻宣稱自己係呢套思想嘅原創者。呢種行為本質上就係一場歷史挪用，一場歷史掠奪。由亞里士多德
一手策劃嘅編纂陰謀。喺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大帝攻陷埃及，呢場軍事征服為希臘人打開咗亞歷山大城皇家圖書館嘅大門。當時亞里士多德作為亞歷山大嘅密友，帶領佢嘅學生，包括迪奧弗拉斯托斯同埋歐德摩斯，同時進入呢座圖書館進行所謂嘅研究。真實嘅歷史過程係佢哋將圖書館入面大量由埃及人用幾千年累積嘅科學著作變成戰利品，直接據為己有。亞里士多德嘅手稿留低咗大量抄寫筆記，呢個就是出產大批科學書籍嘅源頭。隨後亞里士多德撰寫咗《形而上學》，喺書入面佢對前人嘅學說進行咗一次批判性總結。呢個舉動向佢嘅學生發出咗一個信號，要全面啟動將埃及智慧改寫成希臘歷史嘅計劃。緊接其後，迪奧弗拉斯托斯迅速發表咗18本書，內容全部關於物理學家嘅學說，而佢同班同學歐德摩斯亦同步出版咗一系列獨立歷史著作，包括算術史、幾何學史、天文學史，仲有神學史。一間學校嘅學生喺短時間之內跨越咁多高難度學術領域，出產大量科學書籍，呢個反常現象令到整個古代世界產生巨大懷疑。呢班所謂嘅物理學家究竟係希臘人定係埃及人？為咗令到呢場歷史編纂合法化，亞里士多德死後，佢嘅學派成立咗一個核心組織，叫做亞里士多德著作學術研究會。呢個研究會嘅骨幹主要由3個人組成。第一位，公元前371年至公元前286年，來自萊斯博斯嘅迪奧弗拉斯托斯，佢接任成為逍遙學派第二任掌門人。第二位，羅得島嘅歐德摩斯，佢同迪奧弗拉斯托斯係同期同學。第三位，公元前70年，同樣來自羅得島嘅安德羅尼科斯，佢係逍遙學派嘅折衷主義者，亦係亞里士多德著作嘅總編輯。呢個組織嘅核心任務係動員所有畢業生以及學派嘅朋友四處搜尋亞里士多德嘅作品，幫佢寫評注。最關鍵嘅目的係將古老嘅哲學學說一件件安插去特定嘅希臘人名下。為咗揾到證據，研究會發動咗一場大規模搜捕，目標係尋找一本傳說中存在過，統稱為《論自然》嘅書所留低嘅殘卷，亦即係片段。但係呢場歷史偽造係證據層面上遭遇到徹底失敗。迪奧弗拉斯托斯揾所有文獻，最終只揾到僅2行字，佢夾硬將呢2行字歸功於阿拿克西曼德，其餘嘅發現要推遲到幾百年之後。公元5世紀，學者塞克斯都同埋普羅克洛斯宣稱揾到一份《論自然》嘅抄本，指明係巴門尼德所寫。公元6世紀，學者辛普利修斯亦宣稱揾到另一份《論自然》抄本，並且判定作者係阿萊克薩哥拉。整個學術研究會耗費幾百年時間，最終只揾到2份抄本以及2行殘卷。歷史事實非常清楚，這點微不足道嘅殘篇根本無法證明所有希臘哲學家都寫過《論自然》，更加無法證明名單上面嘅人就係真正嘅原創作者。呢個所謂嘅學術研究會本質上只係自導自演，由亞里士多德提出吞併智慧嘅構想，再由佢嘅學校同埋旗下嘅畢業生合力執行。佢哋將搶掠翻嚟嘅埃及神廟科學成果經過重新包裝，就係咁，就變成咗後世歷史所講嘅希臘哲學史。第1章，希臘哲學源自埃及哲學，元代續。